接续咱要开始今日的敬拜，请奏乐。我的心因为耶和华来快乐，我的头壳因为耶和华来压悬。无有神的亲像耶和华，伊以外无别个，无照盘亲像咱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邦，拢要来拍拜伫你的面前。也要荣光你的名，因为你做大，搁行奇妙的事。只有你是上帝，主，阮的上帝啊！阮要专心学习你，阮要荣光你的名到永远。世界上了路着恬静，起心徛伫面前。我的看愈细，感受事，让阮的受事。上帝讲你咪的上帝。咱着敬拜是感激。接下咱做伙来吟圣诗第65首，
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咱请起立吟全首。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灿烂的星星，为着阮出世来所受一切的阻碍，天父上帝阮这下有路称上你尊名。为着大事的经历，无论美丽虽无边，山水花木好光景，日月之真照光明。天父上帝阮这下有路称呼你尊名。为着希望的福气，为着心心的欢喜，使阮五官通欣赏，有声有影对阮中。天父上帝阮这下有路称呼你尊名。为着温暖的家庭，兄弟姊妹爸母亲，地经地就好朋友，关心看顾顾温柔。天父上帝阮这下有路称呼你尊名。为着主之大恩惠，白白受赐阮人类，相信阮等甲人情，地就生活甲人生。天父上帝阮这下有路称呼你尊名。咱有缘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这是咱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0篇。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着往耶和华唱歌，作谢伊的名。伫列邦的中间，讲起伊的荣光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懊恼。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。伫伊的面前有尊严甲威严。百姓中的特作啊，恁着将权能、荣光归予耶和华。
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。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。伫咧榜中讲，世间坚固无摇动，愿天欢喜地快乐。愿田园甲基督所有的拢快乐。因为伊来啊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。接下来，咱做伙来吟圣诗第490首。对主的人有幸福，对主的人有幸福。咱一个吟全首。对主的人有幸福，那阵忧伤真快乐。但是听阿罗音声，满心平安真得意。为的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。心地着跳大欢喜，今朝主唔通放你，就的快乐，永远通的主快乐。地主的人有幸福，脚也可通的快乐。地主好引入我心，我就为的快乐，为的快乐，地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。心地着跳大欢喜，今朝主唔通放你，就的快乐，永远通的主快乐。地主的人有幸福，虽然行黑暗山谷，那对耶稣的脚步，会伫主教咱带路，会伫快乐，对主的人快乐，主的快乐无通比。心地着跳大欢喜，今朝主唔通放你，为的快乐，永远通的主快乐。阿门。这是咱三家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分别做圣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阿罗你。伫过去的一礼拜当中，有意无意的得罪你，恳求主你赦免阮的罪过。伫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，阮感谢你，使阮生命中有一个听阮的妈妈。阮献上全心的感谢，嘛为着阮做妈妈的身份献上感恩。恳求你赐予每一个做妈妈的姊妹，使因的家庭有丰盛的听，使因每一天充满主你的恩典。我嘛为着有一个敬畏你的心，恳求主你帮助着阮，互阮看重你的话语，比看重世界的一切更加重要。
阮要同伊真正来想，亲像玛利亚相共，有一粒尊主最大的心，做阮的模范，互阮伫阮的生命当中，挖靠耶和华的信息做阮的娘，将你当作阮的快乐。恳求主，你看顾，特别是全世界为着武汉肺炎受到感染的人，恳求主你看顾因，帮助着伊。伫母亲节的即天，有一个家庭无办法通好组织做伙，总是主你看顾因，恳求主你帮助着阮在座每一个姊妹，互阮心中有智慧，手中有能力，通好行主你所爱阮做的每一项代志。阮同心组织伫遮，献上阮的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上帝的有功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的有功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的有功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使我平安。俄罗请妇女团客。
咱三角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拉基书第3章12节。12节，万军的耶和华讲：万国要称恁做有福气的，因为恁做通欢喜的地。咱搁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45节到50节。路加福音第1章45节，信的妇人人有福气啊，因为主所甲伊讲的话要应验。玛利亚讲：我的心尊敬主最大，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。48节，因为伊看顾女婢的卑微，对打以后，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，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着我做大的代志，伊的名是圣。50节，敬畏伊的人，伊灵命因到代代以上。见证，请亚丽姊妹甲素娇姊妹。大家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遮，我要先祝大家母亲节，做母亲的人，大家母亲节快乐。伫遮，我要来做我家己的性命的见证吼。啊，当会长邀请我要来做即摆的见证的时阵，我讲实在吼，我真紧张啦吼。啊，嘛拄啊好，互我反省一个我家己过去的性命的当中，我是安怎接受上帝的恩典。因为我伫我过去的性命当中，我并无亲像有的人有经过什物大风大影，也是什物足大的一个什物生命所谓的生命的挫折吼。说实在的，真的是没有。但是我伫遮，我要用感恩来做见证。伫遮，我要感谢我的迄个先生吼，伊互我伫过去的婚姻当中，伊互我得到足大的支持吼，啊，甲迄个鼓励。啊，伫遮我感谢伊，互我甲囡仔会当伫得等即个所在来徛起，吼，因为伫较早细汉的时阵，我着甲我家己，伫囡仔细汉的时阵，我着甲上帝讨讲，我要互我的囡仔伫遮来接受即个宗教的信仰的性命的教育。伫即20几年来，我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吼，因为我甲子正两个，阮伫遮，阮看到我的囡仔伫遮成长，伫遮受到大家的看顾甲迄个照顾吼。啊，我真欢喜我的囡仔伫遮来成长，特别是受到牧师啊足侪兄弟大家照顾。第二，我要伫遮嘛感谢上帝，互我伫正的2年遐吼，我为买地啊，搁来起厝，一切拢真即个过程拢真顺利吼。啊，伫遮我嘛甲恁讲一个秘密咯。我吼咧起厝的时阵吼，阮嘛只要变惯章，迄天阴暗，也是过灯工，就拢变落雨。我已经几啊摆吼，即个过程起为地基开始，一直到我去2楼、3楼遐去，拢是安尼。哇！我甲即点我甲基正两个吼，我们2个真的是很充满那个感谢啦。因为阮拢一直烦恼讲啊，伫咧灌浆的时阵吼，迄个土毋知迄落用了好势无啥吼。但是我感觉讲，阮的烦恼拢是假的。伫即点吼，咧过去即个起厝的时阵吼，整个过程真的很顺利。阮看见主的疼伫阮的家庭当中，啊，伫遮我嘛真欢喜吼，我的妈妈来甲伫遮吼，甲大家做过母亲节吼，伊昨昏甲我讲，爷你我遮久拢无去教会安尼，啊，我则想要去教会，啊，我的妈妈吼伫后壁吼，啊，我真欢喜，啊，我嘛足欢喜我娘家的妈妈吼，伊甲我照顾甲足好诶，伫遮我要感谢我的妈妈吼，嘿，啊，我这就是我的一个迄个性命的感谢的见证吼。我的性命，我感觉我就亲像
即天的主题同款。我是这么的有福气的人，互我伫我迄个原生家庭，啊，搁我的婚姻的家庭当中，我得到祝福，很多的祝福，祝福满满。我真的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谢谢。以上就是我的见证。牧师、兄弟姐妹，大家好啊！哦，平安。我今日实在足紧张的，几个讲道烦恼咧等。我毋知有法度讲啊，无法度讲，因为我毋捌有上台的经验，所以我实在真紧张吼。我今日要来甲大家分享吼，我为什么会行入教会吼？我是迄个保养院的员工吼，平常阮拢有咧灵修吼。啊，对主耶稣嘛有所认捌吼，啊，但是我一直拢毋敢行入教会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家族是一个传统吼，传统信仰的人吼，一般传统信仰的人吼，啊，而且阮讲迄阵我也想讲，阮讲还阁对个吼，将来后足侪代志要处理啊，因为我是大新妇吼，所以阁真侪代志要处理吼，因此我都无。蔡牧师就讲，要招我来教会，我都无迄勇气，就无想要行入教会吼。啊，十几年拢，我伫饲乐保养10几年过去啊吼。啊，有将来当我的身体吼无好吼，我要离职的时吼，有一个暗时吼，我有做一个梦吼，有一个门吼，啊，我看到内底拢是像安尼，啊一排一排椅啊，啊坐着一寡人吼。啊，迄人唯一无共款的，就是手拢挂着白手套吼。啊，我看到遐人，啊，家己就为门来溜的，自动手就伸出来吼。啊，有当时就有一个人吼，起吼，帮我挂上白手套吼，我的手就互伊挂白手套吼。啊，我就去坐个椅仔位吼。我就天光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想讲。无一定是我的时间到啊，因为一般传统的吼，到了后拢会挂白手套嘛吼。嘿啊，我无法度了解梦内底意思啦吼。有一天啊，蔡牧师吼去万合婚宴吼，我拄着伊吼，就请教伊即个梦境的意思吼。啊，伊就甲我讲吼。是好诶啦，毋茫往歹方面去想啦。伊讲我啥物代志拢往歹方面去想，哦，伊是算一个啦吼。啊，第二天吼，伊会知影吼，哦，蔡牧师就足早吼，来迄个万和婚宴遐找我吼。伊讲要带我来竹堂教会做礼拜吼。我问伊讲为什么吼？为什么你常常要带我来教会做礼拜安尼吼？伊讲伊听着我诶梦境吼，啊。暗时转来规暗拢无法度困，规个暗时拢无困安尼吼，伊有感动安尼啦吼。啊，拄啊好迄天拄啊，咱遐拄好拄礼拜，啊我拄啊8点下班的时吼，伊就载我来到竹堂教会做礼拜，一直到即嘛吼，我一直拢有来做礼拜吼。只是主一路啊带领我吼，啊带领我洗礼嘛是主带领吼，我才会洗礼吼。啊嘛救我脱离啊撒旦吼性命威胁吼，嘿啊，阮讲走后吼，伊会提乡的难题吼，嘛会拢帮我解决吼，啊，一切拢会当顺利哦办了。阮讲的后事吼，啊，感谢主福的恩典，互我满满的疼爱吼，谢谢，讲无。讲道题目：何等有福的性命，何等有福的性命，请曾牧师。咱同心祈祷，充满祝福、恩典满满的上帝，愿伫即个母亲节做伙组织伫礼拜堂的内底，我们因为你所赏赐阮的妈妈，阮献上阮的感恩。
我嘛要因为上帝你的恩典，我要伫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祝福今仔日每一个伫阮中间的姊妹，无论已经怀孕生囝的妈妈，或者也未结婚的少年查某囡仔，愿玛利亚的恩典会通临到伫因的人生。至圣的天父上帝愿你甲阮三甲伫地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感恩阮的士大人，也感恩天顶的上帝。上时嘛，伸出阮的双手来扭调上帝你祝福的手。愿天父上帝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阮会当甲主你三甲结连，互阮真侪有福气的人。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圣经中间讲到玛利亚，伊有一个足特别的生命的记号，就是伊是一个世间中间特别有福气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姊妹，特别是做妈妈的，愿恁会当亲像玛利亚，因为伊的囡仔也一生充满骄傲，毋是歹的骄傲，毋是人生人的心性的骄傲，是一种的感谢上帝讲，上帝你将一个遮尔水的生命放伫我的人生，后来母以子为贵。母以子为贵，对做老母的人，后来因为伊的囡仔，伊一生所生命发出的水，所以这个老母一生感觉满足。愿上帝大大祝福咱在座的妈妈，恁的囡仔真做恁的心肝宝贝，嘛真做恁的骄傲，无一个人例外。嘛祝福咱教会内底所有将来大汉了后，要建立美满的家庭的查某囡仔。愿恁亲像玛利亚，用敬虔清洁的心来听候上帝为恁所备办的将来。圣经讲到玛利亚特别咧讲起的，就是伊敬畏上帝的心。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心神用上帝做我生命喜乐。拄则亚里的分享讲，伊是一个福气的人。阿门。会晓感恩是上水。也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的生命会通大大得到祝福。也你的妈妈欢迎你来，今仔日来做礼拜。也愿上帝祝福你，互你的人生会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伫圣经中间咧讲到玛利亚这段，伫路加福音第1章中间，伊讲到2种的祝福。一种的祝福就是伊丽莎白，就是玛利亚伊甲伊丽莎白是亲情，共迄个时阵。伊丽莎白怀孕就是惊死的约翰，玛利亚也未怀孕，伊拄要怀孕的这个坎站，因两个相拄。玛利亚是伊的晚辈，所以就去甲伊丽莎白请安，因为伊知影伊的亲情伫年老的中间才生一个囡仔。伊入去甲这个亲情祝福的时，伊丽莎白的腹肚内底这个婴仔嘛是分别做成的婴仔。所以，当玛利亚入去的时候，这个红婴仔伫咧说来，就直直跳跳，胎动。所以玛利亚有一个感动，伊讲：啊，玛利亚，你实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所以玛利亚讲一句话，讲：伫正妇人人的中间，你是特别得到福气，因为你的怀孕得到上帝的祝福。这个祝福咧讲起，这个字叫做 eulogos。这个祝福的字的原本的意思就是，因为上帝应允。来得到幸福，无需要解说一遍。因为今仔日这段圣经中有2种的祝福，一种的祝福就是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祝福，会有 logos。所以伊丽莎白甲伊讲，因为主所讲的，伊的确要应验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姊妹，伫恁一生中间每一摆祈祷。伫恁脚步的中间对上帝祈祷的时，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，互恁伸出应允的手，伫上帝面前承受玛利亚的祝福。第二，即种圣经的中间，玛利亚伊敬畏上帝的心，所以有发出伊的祈祷。伊嘛有安尼学了上帝讲，迄个有权能的上帝，
迄个有权能的上帝，伊要为着我的生命成就大事。玛利亚讲：“迄个有权能的我的上帝，伊要为着我的生命成就大事。”牧师用这段圣经为着所有在座的姊妹祈祷，愿天父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成就美妙的事，互你的生命因为上帝的计划，你的人生充满灿烂、充满荣耀，跟充满上帝的祝福。这个权能的这个字，英语叫做 possible。足趣味的一个字，权能者就是讲，伊互无可能变做可能，伊有会当翻做 Almighty， 就是大权能有能力。所以权能的上帝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要互无可能变做可能。这个上帝要互咱的生命充满上帝荣耀甲尊贵。咱甲咱的身边互相祝福，好不好？你甲你身边讲，权能的上帝为你成就美妙的画面。若无人甲你讲，你甲家己讲。你活过若无人，你甲你家己讲。愿权能的上帝为我成就生命的大事。怜悯人的上帝要怜悯敬畏伊的人，到代代无尽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每一个妈妈拢充满满的幸福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咱划咱的手讲，我何等有福气，因为我有主耶稣。我何等有福气，因为我有主耶稣。每一摆咱若看到受祝福的人，咱都爱讲阿门。咱来讲，上帝伊有，我嘛要爱有。玛利亚有，我嘛要爱有。愿天父上帝伫咱今仔日下礼拜的中间，首先祝福在座每一个妈妈，伫恁的看路，伫恁的辛苦，伫恁一生为着囡仔的代祷，愿咱的主耶稣将伊的权能放伫咱的人生，到代代无尽。伫今仔圣经中间咧讲起两项，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、蒙大福。什么叫做蒙大恩？圣经讲，伊是一个大有恩典的人。这个字原文讲有恩数。蒙大恩的意思是讲，上帝将伊人生中间所有需要一切的能力、恩数，拢要加添伫这玛利亚的身上。兄弟姊妹，玛利亚毋是干那生耶稣就结束啊？毋是。玛利亚伫2000年来的教会中间，伊是一个足特别的女婢、女基督徒。上帝中央的一个真尊贵的妈妈，因为2000年来的教会拢称玛利亚做妈妈。咱较无爱用这个字，咱毋通误会。咱讲天主教是安那咧拜玛利亚，叫玛利亚叫做圣母玛利亚。兄弟姊妹，毋通误会，天主教毋是拜玛利亚，天主教是尊敬耶稣的妈妈，亲像家己的妈妈。其实毋是天主教，是咱拢同款。只不过这个是因为宗教改革历史的缘故，咱离开甲这个天主教离开了后，咱加做另外一种的礼拜方式的教会。但兄弟姊妹，真做正教会的妈妈，是一个何等的荣耀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互咱知影，怎样真做你的家庭的妈妈。你问耶稣讲，我要怎样真一个好的妈妈？无人出世就要做爸母，对吧？咱拢愿啊做爸母，才愿啊学习。但咱小可知影讲要安怎做爸爸妈妈的时阵，咱的囡仔拢已经大汉啊。因嘛食真侪苦，咱嘛食真侪苦。但是不要紧，咱若尽心，咱的上帝就会伫咱的缺点，伫咱的无够格的顶悬，因为伊怜悯咱，伊就怜悯敬畏伊的人，到代代无尽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用祈祷的心来读玛利亚的祈祷。伊是一个领受上帝恩赐的妇人人，伊是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妇人人。这个大祝福，这个字拄啊甲8福迄个字同款 ，Macarius，
你若读到八福的字，这个八福这个字真要紧，伫圣经中间，伊的地位亲像阿加佩，这个神圣的爱。这个 Makarios 这个字，就是唯有天上来的真正的福气。Makario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对天顶来，是人间不配有，就是人伫这个世间未堪得，伫这个世间嘛无的，是一个无欠缺的稳定，无带有忧愁的幸福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到玛利亚这种的祝福的事，咱相信伫今仔永暗，咱嘛花手甲咱的上帝祷告，主伫这个空虚未满足的心，求我的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伫今仔日将 Makarios 玛利亚这种的福气，嘛赏赐予我的家族。愿主听咱众人共同的祈祷，伫伊的面前，亲像今仔日的马纳基。上帝家己讲话，上帝讲万国万族万民要称恁做福气的。就像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：“你真正是天公仔囝。”愿咱的厝边咱的亲人有一日对心中感慨讲：“我这个亲情，伊是阮亲情中间特别受祝福的，万国万族掠咱最有福气的。”因为咱的上帝就是施恩怜悯的上帝，伊要互咱所徛起的地，才对通欢喜的地。亚利因甲基正一世人的辛苦，我想因也未困真正拢喙笑目笑啊，倒伫迄个新厝。你看今仔日个见证嘛，讲连安那，连咧灌浆，上帝就备办甘霖落雨水。愿天父上帝甲咱在座每一个人，拢无人例外。伫咱的需要，上帝做恁及时的祝福甲帮助，互恁身躯健康，互恁心情快乐，互恁的灵魂充满上帝圣神的大能力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玛利亚的祈祷来学习咱的祈祷。愿玛利亚诚做正教会的妈妈。愿咱在座的妈妈，诚做恁的家族的妈妈，到代代无尽。愿恁的家族因为神对你开始，恁的家族哪来哪充满上帝的圣洁、上帝丰盛的恩惠，到永永远远。也愿上帝互你会当亲像玛利亚同款，伊用伊的心肝耶稣，做一生最大的感恩。伊讲：上帝，我虽然遮尔卑微，但是何等的荣耀！你通过我来建立你的教会。上帝，我何等的卑微，但是你通过我的生命，你开始教会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将来咱享受咱的囡仔伫咱成长的过程。在座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到玛利亚的面前，咱自行看耶稣。那么自行看玛利亚，伫玛利亚的个性，伫玛利亚的态度，有甚物值得咱做基督徒思考反省的所在？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灵，就是我的灵魂，要因为这个上帝活伫我的内底来欢喜幸福。兄弟姊妹，想这句话。这种的态度是所有一切信仰的开始。圣经有讲到真侪，你通做这，你唔通做这。其实上要紧的起头，就是伫我的心内，我的心内若有敬畏上帝。其实你也未读到这段圣经的中间，上帝的圣神就已经开始伫你的心内，对你的良心讲话。像如顶礼拜咱咧讲起，伫我内面有一个心。我的天父上帝常常对我讲话，这就是人上帝所赏赐以圣神讲话的所在。所以愿咱也用安尼做祈祷讲：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一生顺利最大。愿天父上帝因为咱敬畏伊，将伊极大丰盛的恩赐、招庇的幸福，放伫咱的中间。互咱成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
玛利亚伊的态度最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因为伊敬畏至圣的上帝，伊信靠迄个大权能的人。拄则牧师甲恁解说即个权能，7个字，伊的原文就是互无可能变做可能，就是有大有各种的能力、权柄的上帝。愿咱认捌伊，愿咱倚靠伊，愿咱敬畏伊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敬畏的心，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因为咱的生命要经历上帝的计划。玛利亚伫这个所在讲一句足要紧的话，这个大权能的上帝要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来成就美妙的计划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到这个世间，每一个人唔通看轻家己。刚才你感觉我是一个真平凡的人，但是拄则素教老师讲，伊忘记上帝通过人，甲伊挂一个白色的手镯啊！咱嘛通忘记，上帝通过主耶稣，将一领生命的白衫穿伫咱的身上。大权能的上帝对今仔日开始，要改变咱的生命。第50节的迄个50节的经文安尼写，伊讲以怜悯敬畏伊的人到代代，以怜悯敬畏伊的人到代代，就是创造万命的上帝，享受万命的上帝。伊要因为怜悯咱的卑微的家族，疼咱到万世代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所以第一个，牧师要邀请做每一个做妈妈的，伫今仔日咱庆祝母亲节时，请会记得，今仔日毋是一个活动，今仔日是一个承受祝福的开始，新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特别祝福你的生命中间有一份足尊贵的。见那对你的目睹所怀孕的囡仔，无一个跋倒，无一个失志，无一个离开上帝。愿天父上帝，互你拥有你的囡仔，用你的主讲，用你的祈祷，互你的囡仔成做一个敬畏上帝的囡仔。这句话叫奔腾不止的家族信仰长河。奔腾不止的家族信仰长河，伊意思是讲，一个家族的信仰到代代无尽。这篇文章就是高俊明牧师的查某囝，伊纪念伊的阿祖信主的过程。伊伫马家国医师的纪念的感恩礼拜前，伊写这篇文章。伊讲感谢上帝，互马家国医师来到台湾，我的阿祖才会当信主。后来，阮做囝儿孙、干仔孙，阮到代代，阮的家族何等有福气！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福气，大大赢过压力。毋是比赛啦，吼！一间厝还阁无够业，我毋是讲咱来贪心爱做一间厝。真正的幸福，毋是干那伫田园厝体，恁同意吗？好好，伸出双手，等着看吧。愿天父上帝将迄种无带有跨路的稳定，放伫咱的人生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，咱的家庭对家庭开始。愿天父上帝，咱养育出一个互咱值得骄傲、互上帝值得欢喜的家族。第二，牧师要邀请咱为着咱的生命来祈祷，愿上帝成就咱的家族的生命。昨我去参加一个对事礼拜、感恩礼拜，互我真深的感动，就是孙丽莲牧师娘、孙雅各牧师娘、孙丽莲女士，今年拄是伊120岁的生日。昨伫保利基督教病院举行伊的一个对事感恩的礼拜，规个礼拜当个内底拢是原住民的。遮的兄弟姊妹，对头一代孙丽莲牧师、孙丽莲女士，这才总会的创办人，伫花莲开创一个孤儿院，开创一个学校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无钱通读册、受教育的原住民的囡仔，就有机会开始受教育。
我静静地伫礼拜堂的中间，听第一代的牧师，即摆的牧师，第一代受伊照顾遐个囡仔，一直到几啊代的见证。因伫迄个中间咧讲起，孙理莲牧师就是因的生命的妈妈。伊怎样伫伊的身边顶悬，白白伫咧稳定，食免钱、住免钱、读册免钱。伊讲伫迄个无可能的中间，遮个人真侪原住民，一个真大祝福的妈妈。我坐伫迄个中间，我有真深的感动。即个妈妈真正是台湾人的妈妈，因为台湾有真侪人因为伊的生命来受改变。伊创办孤儿院，伊创办真侪平民的病院。虽然伊创办的病院今仔日已经无去啊，无亲像马街，无亲像即个中基，无亲像新楼。但是伊当时所创办伫逐角落，特别是山头顶悬、山尖的所在，因为上帝通过伊的圣心帮助即个妈妈，伫山头山顶创造真侪免钱的病院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伊传福音去到山顶的时，伊听到真侪原住民的妈妈吐气的祈祷。伊问伊讲：“你生几个囡仔？”伊讲：“我生10个。”伊越过问迄个原住民的妈妈讲：“你生几个？”伊讲：“伊生12个，有的生8个，有的生10个，有的生12个。”后来伊问伊讲：“啊，你即嘛有几个囡仔？”有的讲我剩5个，有的讲我剩1个，有的讲我剩2个。因的目屎就流落来。伊讲：“我亲目睭，我亲手来埋葬我所生出来的囡仔，即摆只有剩1、2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伫山地顶悬无医疗，一个人用伊的生命来为着遮个欠缺的人来建立一个生命的摇篮，伊实在是值得咱尊敬。今仔日真侪基督徒拢咧听候坐享其成的产业，但是有几个基督徒真正是愿意真做一个拼命去努力，互人真做互人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思考即个台湾人的妈妈，伊真做正人的妈妈，亲像玛利亚。伊甲玛利亚同款，有信靠上帝的信心，伊的信心何等的大。当昨我咧参加这个礼拜的过程顶悬，我问我家己讲，我的信心有偌大？所听的弟姊妹，你敢捌想过这个问题？咱的信心若有偌大，咱的生命成就的事就有偌大。恁同意吗？咱的信心若是一点点啊，但是咱所得到的，就是亲像一块细地的杯啊，咱所承受的稳定就是安尼那定。但是孙理莲，伊为什么创办芥菜总会，用芥菜籽来形容伊手所要做的工？伊甲上帝讲：“主啊，我的信心虽然是遮尔细。”但是愿你为着我的生命成就大事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，咱做伙成做一个正人的妈妈。孙理莲牧师、孙理莲女士，毋是干那照顾原住民那点，伊嘛照顾真侪青美人、孤儿、甲麻风病人。伊伫台湾成就真侪社福的工作，其中有一个无法度互爸爸照顾的囡仔，伊的名叫做夏中坚。你捌听过夏中坚牧师这个人的名无？伊是七米的人，伊的爸爸是一个牧师，非常辛苦咧牧会。所以孙理莲女士知影这个牧师的囡仔，因伫偏乡偏乡无法度受好的教育，所以孙理莲女士就甲这个牧师讲：“用我来代替你照顾你的囡仔。”所以孙理莲女士就将这个夏中坚因兄弟姊妹带来伊的身边，甲伊照顾。下中间牧师真侪咱台湾一个真要紧超教派福音事工真要紧
会退缩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中间，无一定你家己生的囡仔，才真侪上帝重用的器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伊所想事咱的生命中间，咱问咱家己，因为主要所讲，你用什么种量予别人，你就对上帝安怎承受。你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别人，上帝就用那个量器量给你。咱的信心，若愿意一点点予人，咱的生命所承受的，就是小的事。咱的听有偌大，咱的心有偌深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做伙为着这间教会祈祷讲，主求你，予阮这间教会真侪无围墙的教会。这间教会良器，这间教会良器是一个无限量的良器。我心生上帝和这菜总会顺利连迄种的信心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愿你我咱的教会、咱的家庭，咱会行行顺顺讲。我感谢上帝，因为我有一个敬畏上帝的祖先，我的后代子孙称我最有福气的人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为着咱家己的人生所应该做的代志，伫主的面前敬虔祈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成做一个生命给予的教会，好不好？愿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人，既然拿来到咱的中间，咱就甲伊分享。这间教会是一个会当互人的教会，这间教会是一间愿意互人的教会。这间教会是一个信心真实，但是伊重大建立了后，要亲像挂彩种，亲像树，鸟仔来歇伫伊的所在。所以，这个祈祷就亲像咱几礼拜前，咱做伙祈祷中间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互我为着你去做一项代志，互我的家族，互我的教会，互我的亲族，拢得到祝福的改变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为上帝来活吗？你愿意亲像玛利亚受祝福吗？你愿意亲像孙丽莲？虽然人足细汉，但是伊做一项，互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感觉见效的代志。伊毋是侮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遐尼侪人，遐尼大，但是孙丽莲女士就亲像喜乐的阿嬷。一个寡妇单独一个人，最大的差别，真侪人要单坐享其成，真少人愿意拼命互人。愿圣神感动恁去思考这个话。孙丽莲是一个愿意互人的人，因为伊亲像耶稣，耶稣是永远不停的互人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的信心有偌大？愿主开阔咱的心，愿主开阔咱的听，愿主互咱看见伊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。愿上帝互咱的教会明白伊的心意。这间教会毋是你的，嘛毋是我的，是上帝的。愿咱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互这间教会发光，互这间教会有听，互这间教会慷慨，互这间教会开阔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亲像孙丽莲，亲像喜乐阿嬷，伊看到人的需要的时，伊就产生怜悯的心。愿上帝的圣心，互咱亲像玛利亚。亲像孙丽莲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恩感谢伫这个欢喜的日，愿过一摆，为着这个生命的水来学落你。愿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怜悯帮助阮，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生命给予的教会。互阮的家庭成做一个上帝你的听充满，
佮为着你来活到的家庭。阮伫你的面前，特别为着所有在座的妈妈，特别是年长的妈妈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互因身躯健康，互因人生中间有满满上帝你的恩典，直到一生的落尾。愿天父上帝祝福阮的教会，是一个会晓感恩、会晓尊敬许大人的教会。也愿你今仔日所讲的话，刻条伫阮的心。互阮的信心哪来到开阔？我咱感谢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应答上帝的听，来吟圣诗第454首。我学了天父，我学了天父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咱准备心来奉献。
欢迎咱今仔日特别来参加，甲咱做伙欢喜的日过母亲节的亚丽的妈妈吼，亚丽的妈妈伫咱的边仔这边吼，咱甲伊欢迎。敢有你特别邀请你的妈妈伫咱中间？咱来为着所有在座姊妹来祈祷，好不好？做今仔日阮回顾伫圣经中间一个有福分的一个妈妈玛利亚，阮伫即个礼拜中间为着在座所有的妈妈来恳求主你帮祝福因。互伊满满有上帝你对天顶的赏赐，就亲像即个敬畏你的玛利亚。愿天父上帝好，在座每一个妈妈，因用愿望来陪伴因的囡仔，因用上帝的话来引出因的囡仔，因用圣神的权能，互迄个无可能变做有可能。甲上帝伫同工，互每一个伫出世无带有能力的囡仔，后来长成真侪满满有上帝权能的世界。主愿你纪念每一个妈妈，互因的祈祷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我要恳求主你保守，互因真做家庭的守望者，互因真做甲伊的丈夫做伙起造稳定家庭的负责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我嘛为着拄着困难的妈妈来求上帝陪伴，互因知影上帝你无放杀因，检查伫因的生活顶悬有重担有困难，怜悯我的上帝愿意特别陪伴迄个拄着生活困难的姊妹。互因因为你的疼，来得到各我的信心，你大大互因充满勇气、信心，甲主你的仁爱。主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帮助，互耶稣基督的性命甲因吸引，互因伫人生中间充满耶稣基督的记号，就是信心、愿望甲仁爱。其中第一大的，就是主耶稣你永远无改变的疼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门。等一下，咱的囡仔要送礼物吼，等一下吼。咱先来为着要来升高中的三个咱的青年来祈祷吼。咱请三个青年来头前，牧师甲恁。就像主耶稣你进入圣殿，伫12岁的时，你就开始担当一个信仰的家庭应该有的生命的角色。愿主耶稣你将你家己即种恩惠放伫即个三个囡仔顶头，互对今仔日开始，成做一个成人，伫上帝你的好，有你的好；伫上帝你的道路，行你的道路；伫上帝你的事工。为主你来做，你所要互因做事。主愿恳求主你祝福因，真侪智慧的青年，特别伫因学业的过程顶悬，主赏赐因有敏锐理解的能力，互因所读的会当真做上帝你所赏赐的智慧。也即个智慧要真做上帝将来真做上帝你工人的能力。愿天父上帝保守因伫品格顶悬。有上帝你圣神、圣洁的灵踮伫因的内底，
王在因，互伊伫装备的顶悬大得着装备，互伊伫使命的顶悬大有名望甲意向，互伊诚做上帝你手中贵气的器具，我伫你的面前将伊交你的手中，因为因是阮所疼，阮心爱的宝贝，阮相信也是上帝你所欢喜的宝贝。我伫你的面前，我是主耶稣的心意，祈祷耶稣的圣名。咱今仔日有一个特别的人客，咱欢迎伊，以后常常甲咱做礼拜。伊的名叫做施养林，都伫咱中间，咱请伊起来，互咱大家欢迎，即摆伫六亲咧工作，伊的爸爸是咱中间有个人有熟悉，叫做施老师，施启明老师是中山医院的这个复健科的主任，伊是应该是学长，咱真欢喜，伊的囡仔拄啊伫咱的六亲附近，所以伊的爸爸有甲伊鼓励讲，伊来咱教会，咱才做礼拜，咱对心中欢喜，咱欢迎杨林。敢阁有第一届来伫咱中间呢？郑弟兄上个礼拜没有介绍，伊已经第2摆来咱请郑弟兄挥挥手好不好？郑弟兄是一个音乐家。伊是唱男高音的，顶礼拜我小可甲恁讲着伊的故事，伊去奥地利学音乐，伫6年，伊有6年的时间，拢伫德国的教会咧唱圣歌队，唱即个圣乐部分，咱真欢迎伊来加入咱的即个教会，伊对田中来，有一段距离，咱真欢迎。敢阁有我？艺名的同学甲伊伴奏的同学，咱请伊去志玲伴奏老师咱真欢迎很欢迎。好，敢阁有介绍无着？咱来用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树林，真欢迎你来，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。好，咱来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，每一个人拢幸福，主的快乐真做咱的快乐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伫咱的生中，伫你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叫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，伊会救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阿门。愿主的听，真做咱心中的快乐。咱下面来请报告。各位兄姐，这是我来报告，请咱看周报。顶周的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的聚会，祈祷会伫礼拜3暗时8点，伫礼拜堂。家庭礼拜暂停，青少课伫礼拜6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。
查经班伫礼拜六暗时7点半，伫教育馆的2楼。后礼拜圣工服侍书会陈美秀执事，领诗咱请陈英宏长老，司琴请刘玉明兄弟，司宪请廖美娥甲钟凤林执事，交代第一组爱餐暂停。新简讲读经表，请咱家己照顺序家己看。集体交通，第一，本主日是妇女的主日，愿上帝纪念姊妹的准备，欢喜咱的服侍，荣耀上帝你的圣名。第二，礼拜三咱要召开5月份的中集会，请中集老母。第三，欢迎兄姐参加礼拜六早起10点圣言诵祷灵修读经的祈祷会。礼拜六暗时7点半有研经查经，这期的主题是耶稣的故事甲比喻。第四，今年妇女团契读册会。婴儿未献的罪，一本250块。要买的人请依林会长来登记，登记到这个月5月初10。按算伫6月份要开始安排读册会的分享。第五，疫情的期间，确保健康，请大家爱做好自我的保护。出席礼拜甲聚会，请挂喙瓮。第六，生日，敬请食肉，庄万载、庄守约、洪崇尧、宋敏丽、陈秀鸾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出入，才会计来更正。大道事项，第一，请咱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祈祷。第二，为着心身欠安的来祈祷。陈述、张成、詹清静、钟岩、詹达、詹天比、吴彩云、洪玉芝、庄仁巨、刘克龙、洪在庚、洪詹素莲、王俊勋。第三，为着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来祈祷。升高中的有乔恩、千亿、维忠、甲维泽；升大学的有以荣、甲以乐。第四，请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。第五，为着姊妹教会来代祷。富林、直接、德克达雅。报告以上。咱做伙来吟圣诗509首，俄勒天父万福本源，俄勒天父万福本源，俄勒线请牧师祝祷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咱众人三角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
请坐。咱有缘留伫礼拜堂中间，咱要接续母亲节。